后来继续来到苗栗的公馆，一台轿车要驶入去社区的巷仔，先是失控，把路边的水表弄落海，刷落去。这个轿车是弹到对象，弄到人徛过大门。肇事的驾驶甲3个乘客落车，竟然是白日弄。警方根据着车牌，找到肇事的越南籍的驾驶，伊无啉酒。伊讲，因为弄到人的大门，看到厝主撞出来，行去互厝主甲拍，才赶紧走。黑色轿车正入去巷仔，雄雄唔知安怎煞失控，去弄到人家厝的门了，搁弄到这路边围墙啊！这时驾驶甲车顶3个人客赶紧落车就逃走。砰一声很大声，然后我们跑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跑掉啦，他人就跑掉了。看到几个人跑掉？4个。有看得出来是台湾人还是移工吗？看那个样子是移工。厝主就听到声，赶紧出来看，发现讲车顶4个查甫人落车做移走，真生气，伊直要甲因约，抑过无约到人。路边的水管，好车弄到时就转去啊，一直喷水。警方找到这台车的车主是一个菲律宾人，伊讲车是接付一个越南籍的朋友驶出去的。行经该处路口右转弯后，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民宅，碰撞后乘男及乘客3人随即离开现场。驾驶于事故后肇事逃逸。警方通知驾驶这个姓陈的越南籍的移工到案，伊有工作签证，冇驾照，无啉酒。伊讲弄到人家厝了，看到厝主冲出来，惊过轰趴，才会赶紧落车逃走。那车顶3个人客拢是伊共乡的移工。目前警方要伫调查这3个人的身份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